咁咧，因為應該駱克道街市咧歷史都好悠久嘅，咁依家好早啦，太早啦，好多排檔都未開嘅，咁就我約略咁樣兜一兜咯，睇下即係個情況，因為我小時候咧，即係因為有親戚喺灣仔住咧，其實都係成日，即係嗰陣時就唔係成日嚟啦，但係都知道有個街市咯，係啦。熟食上2層自動電梯嘅，其實即係佢嗰個地方都幾大，其實同一般嗰啲熟食嗰啲中心差唔多嘅啫。其實佢有兩邊嘅，呢邊呢，我上嚟左手邊呢，就可能係要下晝先開，咁呢，我就會嚟右手邊呢度咯，食早餐咯。咁睇下有咩早餐，有咩食先，睇下先。咁我坐低睇下嗌啲乜嘢啦。咁我就睇下食啲咩先，因為早上又唔係太肚餓，咁我諗住或者叫件多士，叫杯奶茶試下啦。因為我今朝咧就要咗個油煎多，但係我睇到個 menu 咧就話可以轉咗脆豬，所以我轉咗脆豬加咗4蚊嘅。咁佢杯奶茶就嚟咗啦，咁我就試下都 OK 喎，好滑喎，即係比起啲大家 X 嗰啲，即係2X 嗰啲都好喎，即係有感覺，我自己個人感覺就有翻以前嗰啲奶茶味嘅感覺咯，即係都幾好咯，即係可以一試咯，係啦，即係都幾滑嘅，即係有啲咧我飲過咧就好旱嘅，唔知係咪啲茶膽嘅問題咧，飲咗落去咧就哇好旱，即係你直情都好似水還水，奶還奶咁樣嘅，但係呢度 OK 嘅，OK 嘅，可以一試嘅。咁佢即係依家嚟講一個早餐都唔叫貴咯，原先24再加4蚊係可以咯，可以接受，可以試下咯。千呼萬喚始出來，如果嚟食咧趕時間咧就要預鬆少少啦，因為咧轉咗脆豬要等耐咗嘅，咁我就試下先，咁就睇下嗰個睇個樣就好靚咯，咁我就試下，咁樣係啦，我試咗一間再品評下，咁我食咗一件啦，咁我品評下，咁比我想象中咧就好食好多。因為一般咧豬仔包咧，我食過好多種咧，包括翠華嗰啲啦，有陣時咧整到好硬、好硬、好硬，咁樣咧就係即係或者個包本身個質地咯。咁但係呢度咧就佢就放得好脆啦，但係佢就即係唔會話好硬，咬得你好辛苦啊！即係驚住咬爛個牙，即係牙，即係你知啦，啲牙齒好矜貴啊嘛。咁係可以嘅，即係非常好，可以試下咯。咁我先幾日咧，我去過英皇集團中心側邊嗰度有一間叫豪華冰室咁樣，佢嗰度都歷史都悠久，但係嗰杯奶茶都好似，如果我個人口味嚟講咧，兩個相比較咧，呢度個奶茶係好飲啲嘅咁可以有時間行開過嚟上嚟幫襯下咯，英記奶茶咖啡咁樣咯，咁就咁我要講聲對唔住先，因為我唔係好識，即係啱啱用玩 YouTube，咁所以咧我即係有陣時影嗰啲片咧就冇乜技巧，冇乜質素嘅，要慢慢學，慢慢改良嘅，所以咧就即係講聲唔好意思先，係啦。咁我就依家就快手食埋飲埋杯奶茶咧，就要去上 Stamina 啦。下次如果我去到邊度飲食我覺得好嘅，未必係貴嘅，
咁我都同大家介紹下啦。拜拜。